无虑啊，天天一群妹子，喝着8+1，挺好的。那家去门把药让我下课呀。有瓜子，有啤酒，然后就可以嗨起来。这泡妹，有喜欢东南亚老挝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，主播带你来农村跟妹子们一起玩乐。真的，天天活在这些虚拟的世界里。你看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而且都是这样的，这全部都是正品的。你看这个妹子，然后这个妹子，这泡妹特别的好。这吴美颜哦，妈，牛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几位，关注。老挝就是这样，悠闲的社会哦，无忧无虑啊，天天一群妹子，喝着8+1。